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1年的6月初8。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08篇，撒母耳上卷第8章第1节到22节，启示录20章第7节到15节。今日的主题是迷惑。捌时常听人咧批评某某长老的囡仔啦，还是讲某某会友的囡仔啦，还是某某牧师的囡仔啦，怎样啦，无学好啦安尼亲像伫因的喙中来讲，这个囡仔拢应该爱有真好的表现啦当然这是无毋对啦这也无怪讲有真侪人咧讲做 PK 就是 Pastor Kid 牧师的囝真辛苦啦。这个毋是因为做牧师的囝辛苦，乃是因为爱面对真侪的关心，迄个过度的关心甲批评咱对史书的记载看到最后2位真有名的史书就是以利甲撒母耳。因两个的囝拢无有好的行为啦徛伫基督徒的立场，牧师也听到伫咧查经的中间查到以利的囝啦、撒母耳的囝，咱真容易就开始批评安怎批评？讲遮尔有名的史书遮尔袂晓教囡仔啦当然啦，批评是较简单啦伫过去的即个主日的信息中间，咱用创世纪第3章第8节到15节的经文来去讲到撒旦的工作。咱看撒旦的工作的目的伊的上重要目的就是要互人安那离开上帝，离开上帝的道路，违背上帝的旨意啦当然，既然有撒旦工作的目的，就有撒旦工作的对象啦撒旦的工作的对象是啥物人？当然毋是撒旦的囝是上帝的囝啦啥物人是上帝的囝？耶稣基督伊开始要传福音的时阵，伊嘛是拄着试探、迷惑，敢毋是安尼？看到撒母耳的囝因离开正道，贪爱钱财，互人感觉真可笑。伊若会当学好做好，毋是偌好咧但是这嘛真值得咱家己来警醒啦因为含耶稣的门徒犹太嘛伫金钱顶悬受到迷惑来败坏嘛用一个信仰的来思考啦上帝的囝佫是指啥物人？敢毋是指你我嘛？现代基督徒拢是嘛拢是牧师捌伫过去捌伫即个桃园的少年监狱内底做辅导的志工捌接触侪会受到判刑的青少年，但是其中有一部分的受刑人其实是基督徒家庭中大，咱可能会想讲这个囡仔毋是伫教会大汉的吗？哪会安尼啦但是咱要知影讲，这个教会的囡仔伫信仰内底长大的囡仔，伊嘛会受到迷惑，相拍冤家算小事伫迄内底互关的，也有抢劫的、吃毒的，有真济因为伫现实的生活的中间咱会当看到讲，即个撒旦呢，透过足侪的代志咧迷惑咱的囡仔，上帝囡仔，因就亲像犹太共款，因嘛亲像亚当夏娃共款，受到迷惑。咱搁倒转来看撒母耳的经文的记载，不但撒母耳的囡仔受到迷惑，贪爱钱财，做上帝无欢喜的代志，
咱来想看觅啊吼，遮会批评诶人，遮以色列人，现在咱讲基督徒啦吼，因看到撒母耳诶囝做歹代了，做伙起来攻击撒母耳，对撒母耳诶囝诶骂实，好若亲像无怜悯诶心。因趁机会要将所有要来要求，甲所有诶国家共款。这所有诶国家就亲像外邦无信上帝诶国家。因共款要安尼，甲因共款来立一个国王，却毋是顺服上帝所设立差派诶奴仆。这是因诶情形啦吼。对于现代眼光来看，真有可能亲像有一寡教会，或者是会友，或者是教会同工目睭金金咧看着牧师，看着牧师，或是牧师诶家庭出差错，赶紧趁机会来提出讲咱着爱换牧师，即种诶要求，真类似啦吼。时常咱看着人犯错诶时阵，咱较济诶时阵是即马现代语言咧讲叫做猎物啦吼，开始找麻烦找问题，却毋是亲像耶稣基督诶教导去听这个犯罪诶人，去听这个破病诶人因此，咱安尼行为也含落伫受迷惑诶即个危险诶中间啦吼。因为这正是撒旦诶目的啦吼，就是要爱逐个人拢安尼受到伊诶迷惑做上帝无欢喜诶代志。确实都甲咱讲啦吼，撒旦要受到透放出来，因为伊诶工作就是要去迷惑即个所在逐所在诶国家。有诶时阵，咱看起来，撒旦诶工作亲像安尼真通啦吼。咱有真侪人会讲歹人拢活较久吼，好人拢较短命啦吼。但是咱千万毋通袂记实啦吼，因为伫咱诶一生诶中间，咱咧讲审判上落尾审判权柄是在伫上帝啦吼。确实了安尼甲咱讲，因遍布全地，围困上帝诶子民吼，会赢甲伊所爱诶城。但是有火对天顶来降落吞灭因，遐个迷惑因诶魔鬼受着ฮ็伫即个火甲硫磺诶雾内底去。迄只兽甲假先知早就已经伫迄个所在伫遐。因要人命受着折磨，永远袂停困啦吼。所以这真清楚真清楚嘛提醒咱基督徒毋通伫即个安尼为难诶中间着失去着受着迷惑。耶稣基督伫传福音诶日子诶中间，伊也是上提醒伊诶使徒，着爱警醒，着爱祈祷，毋免入着迷惑。我想就是安尼，这是咱所面对诶生活。也因为安尼，所以耶稣基督，咱着会通甲耶稣基督共款。当亲像伊拄开始咧要跟对上帝诶呼召，开始服侍上帝诶时阵呢，撒旦就开始对伊展开即个迷惑诶工作啊。所以因为安尼，咱着爱时刻来警醒，免得咱入着迷惑食着禁果咱搁较爱追求用上帝话来抵挡撒旦诶迷惑，追求伫生命册内底受着定律，互咱会通归伫上帝诶国度，袂滴到去互陷伫即个火炉内底。经文启示录安尼甲咱讲，我搁看见死诶人，无论是尊贵卑微，拢徛伫宝座前，这个卷拢拍开，另外有一本生命册也拍开，死诶人拢照着因诶行为，根据这个册所记录诶，接受审判。因为安尼海将死人交出来，死亡甲阴间也将所有关掉诶死人交出来，这人拢照着因诶行为接受审判。
死亡甲阴间也拢被ฮ็伫迄个火内底。既若是命无记录伫生命册，拢要ฮ็伫即个火炉内底。所以咱真清楚知影，一个基督徒你我，咱所爱追求的就是即个甲上帝和谐的关系，甲人和睦的关系。因为即个就是撒旦迷惑要迫害人的一个目的啦吼。所以咱爱亲像耶稣基督共款，用上帝的话来抵挡，来撇离撒旦的这迷惑。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6月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8篇撒母耳记上卷第8章第1到22节，启示录20章7到15节。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迷惑。我们常常听人批评说，某某长老的孩子某某会友的孩子，或是某某牧师的孩子怎么样啊，没有学好啦这样的事情。好像在他们口中，这些人的孩子当然要有好的表现。当然啦，如果能够这样子当目标，是最好的啦也难怪很多人都会说当 PK 啊，那个 Pastor Kid 牧师的孩子是很辛苦的，并不是因为他爸爸当牧师，而是说他们要面对太多的过度关注跟批评。我们从士师的记载看到最后2名非常有名的这个士师以利跟撒母耳，他们的儿子们都没有好的表现，没有好的行为。我们从基督徒的一个立场来看呢我们就非常容易就开始看到这样的情形，就开始批评我们可能会说这么有名的士师，怎么孩子不会教那其实我们也都知道批评其实是很容易的啦。那在过去的主日当中，我们这个信息以创世纪第3章8到15节，我们讲到撒旦的工作。那撒旦的工作之目的是为了要让人离开上帝，离开上帝的道路，远离上帝的旨意。那既然是有他的目的撒旦的工作有他的目的，那撒旦的工作当然有对象撒旦的迷惑的对象是谁呢？当然不会撒旦自己的孩子因为本来就跟他一样了嘛而是上帝的我们说儿子们或是儿女们耶稣基督就遇到试探，不是吗？耶稣基督也遇到迷惑。那我们在看到撒母耳的儿子离开正道的时候，他们贪爱钱财，其实这种情形真的是令人感到惋惜了但是这个也值得我们自己警醒的，因为撒旦的迷惑不止这样子而已我们也同时想到耶稣的门徒当中，犹大也在金钱上面受了迷惑，败坏了，不是吗？好啦，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我们不都称为自己是上帝的儿女吗？我们不都是撒旦迷惑的对象吗？牧师曾经在桃园的少年福利院当辅导志工一段时间，曾经接触过一些被判刑的青少年，其中有一部分的受刑人呢，其实他是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你可能会说，基督徒家庭长大怎么会被关呢？事实上，就现实的生活里面，他们也是受了迷惑。在他们来讲，打架算是小事打架啦这个是让人家受伤里面的罪比较重的，像抢劫吸毒真有大有人在。因为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撒旦透过太多的事情在迷惑他们在迷惑他们让他们有如同这个
我们说的犹大一样，跟亚当夏娃一样，受了迷惑，犯了罪。我们看到撒母耳记的经文记载，不但是撒母耳的儿子们受了迷惑，以色列人也受了迷惑。以色列人怎么受迷惑？他们群起攻击撒母耳啊，对于撒母耳的儿子们迷失呢，似乎都没有所谓的怜悯之心了。他们趁机想要跟当时候所有的其他的国家一样，这个所有的国家是指外邦不信上帝的人，他们希望跟他们一样立自己的国王。就我们记得以色列人的领导其实都是上帝所差派来的，他们不要接受这个了，他们要自己的王。从现代的眼光来看，有可能像是教会啊，或是会友啊，或是教会的同工啊，定睛在牧师的身上，等着看牧师或是他家庭出错了，就赶快趁机提出要求，我们要换牧师啊！这个情形是非常类似哈。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人们犯错的时候，我们较多的时候那种想法是去猎污，为什么会这样子？去追究责任，然后去开始批评论断，却不是如同耶稣基督的教导一样，去爱犯罪的人，去爱生病的人。因此，我们这样的行为其实也已经陷落在受撒旦迷惑的危险之中，因为这正是撒旦的目的，使人离开上帝的旨意，使人跟人不和睦。启示录告诉我们，撒旦要被释放出来，而他的工作就是要去迷惑地上四方的国家。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撒旦的工作非常亨通啊，有些人都会开玩笑，这歹人坏人都活得比较久了，好人都比较短命了。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了，在最后的审判的那个权柄其实是在上帝。启示录说，他们遍满全地，围困上帝子民的营和他所爱的城，但是有火从天上降下，吞灭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到火，还有硫磺的湖里去。那只兽和假先知已早在那个地方，在那里他们也要受日夜的折磨，永不休止。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撒旦比较亨通，可是上帝的审判我们不要忘记，最后的审判权在上帝。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日子里面，时常提醒他使徒们呢，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就是这样子，因为正如同耶稣自己一样，他开始要跟随上帝的呼召，开始服侍上帝的时候呢，撒旦就开始对他怎么样，试探他、迷惑他这样的工作了。因此，我们要时刻的警醒，免得入了迷惑，吃了禁果。我们更要追求上帝的话语，用上帝的话语来抗衡撒旦的试探跟迷惑。我们要追求在生命册里面被登录，使我们能够在最后的时候经历了审判而归于上帝国。因为根据启示录的启示，将来不在生命册里面的人都要被丢在火湖里面。经文这样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尊贵卑微，都站在宝座前，案卷都展开了，另外有一本生命册也展开了。死了的人都照着他们的行为，根据这些案卷所记录的，接受审判。于是海把死人交出来，死亡和阴间也把所拘禁的死人交出来。这些人都照着他们的行为接受审判。
死亡和阴间也被扔进火炉里。凡是名字没有记录在生命册上的，都要被扔进火湖里。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启示哈。我们基督徒其实很简单的，就是要追求一个跟上帝和谐的关系，因为这是撒旦这个迷惑的破坏的对象。我们要追求人跟人的和睦的关系，而且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一样，用上帝的话语来抵抗撒旦的迷惑，这是特别是现代人更要追求的。